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我是阿文哥，欢迎大家来到讲客安神奇嘅频道。今日咧就大家介绍两句客家话嘅词哈，溜溜溜溜老溜溜溜溜，哎呦，听起来像样哈。其实你来看荧幕啊，当方丝毛像样哦。因为早上拜托阿平哥来录第句溜溜溜溜，有网友就问讲哟。这篇的溜溜溜溜的意思用同样嘅毛腔样啦哈，确实毛腔样哈，因为丝毛腔样来看一下，T 的溜溜溜溜的意思来看哈，T 的溜溜溜溜注意啊，西藏中它流水的流，四个都是流水的流，流流流流，客家话念作溜溜溜溜，迄就是阿平哥同人介绍过的哦。这也是的意思来讲哈，讲解一道，形容流水流个不停的样子啊，形容细水，细水就是水流的很细小的意思，细水流个不停的样子啊，细水流的不停的样子。那我们的例句呢？今都好看到嘞，闺女的啊，屁水流流溜溜啊，她整天，她不小心感冒啦。整天的鼻水啊流个不停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溜溜溜溜的用法，那就是形容那个流水的样子样态嘛，这形容词哈。那也可以形容在脸上的汗水流很多，譬如说哈，有一天那个阿文哥去打篮球，转到我卡满脸都是汗，枕头都大汗，跟阿妹就问我讲了，哎，阿文呢？你这一耐搞到鬼面的汗水流流溜溜啊，然后说我怎么玩到满脸都是汗啊，都流到满脸都是汗，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们看下一句哈，下一句叫做也是溜溜溜溜，那后面那个两个溜呢是溜滑梯的溜，我讲啊，某同样，来念起来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意思呢很特别啊，它也是形容词。它的解释是什么？形容人游手好闲、到处闲晃的样子啊。那例句呢？我们来客家话的例句：第一日头天，伫屋门口溜溜溜溜，唔知想变嘛该鬼啊。华语的解释，他一整天在家门口游手好闲，不知道想变什么鬼啊，想搞什么鬼。啊，近似词呢，客家话另外一个近似词就是溜溜飘飘啊，漂亮的漂，我们念成飘啊，溜溜飘飘。那华语的解释有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啊，亚洲迄种杂词无共用的地方哈，由于是字不一样，所以呢意思当然不一样哈，大家不要误会了啊，念起来真的是意思音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认识汉字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有时候口耳相传，不知道字，我们就会误解哈。啊，一集频道很多讲客啊神奇，望注重点啦哈，大家有兴趣来对客家话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以后继续来收看安尼讲客啊神奇的频道，我们会不断的陆续哈，慢慢的整理一些特殊的语词哈，来上来跟大家分享，也会邀请我们的阿平哥共客发亲后堂哈。来，以上就是今天阿文哥为大家解释溜溜溜溜 VS 溜溜溜溜无奈无穷样的地方啊哈。